弟兄姊妹午安，我哋開始今日嘅崇拜，請大家站立。為耶和華在他的聖殿中，全地都當在他面前肅靜。喺開始之先，我哋同心合意有個祈禱。教會元首主耶穌基督，多謝你聚集你嘅弟兄姊妹、你嘅兒女嚟到我哋當中，嚟到恩基堂當中。主啊，今日係聖靈降臨第9主日，你當日親自頒布聖靈，讓我哋得着兒女嘅名分。當日你嘅僕人曾經講過，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們能分別是非，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並靠着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於上帝。主啊，多謝你俾到我哋能夠聚集當中敬拜你、讚美你。但係知道唔係咁多未得之民係未能夠認識你，求主你祝福佢哋。喺開始之先，讓我哋弟兄姊妹嘅心都交上，保守佢哋，潔淨我哋，赦免我哋，因為我哋都係罪人。但係因為你嘅榮耀，因為你嘅救恩救贖我哋，多謝你。願天父可以保守我哋嘅心，保守我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切嘅果效都由心發出。以上禱告乃奉靠耶穌得勝名字祈禱，阿門。保守我心。沿住至高者的隱密處，我誠然向你袒露我的呼喊。就算禍患纏繞我，災害掣肘我要單單愛神，捉緊主更多。或有聲或無聲嘆息的禱告，你也就近眷顧傾聽我一一細數。如若有天國與國之間殺戮的聲音遮蓋我耳朵，我也堅信我神不分晝夜與我同在。我要保守我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中每道泉源全由心中發出，直湧到我靈心，願與聖靈心於不住呼應，永生神以洪濤漫過我心，無盡恩典似浪浮庇我心。沿住至高者的隱密處，我誠然向你袒露我的呼喊。就算禍患纏繞我，災害掣肘我要單單愛神，捉緊主更多。或有聲或無聲嘆息的禱告，你也就近眷顧傾聽我一一細數。如若有天國與國之間殺戮的聲音遮蓋我耳朵，我也堅信我神不分晝夜與我同在。我要保守我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中每道泉源全由心中發出，直湧到我靈心，願與聖靈心於不住呼應，
守一切，因為一生中每道泉源全由心中發出，直湧到我靈心，願與聖靈心於不住呼應，永相信以洪濤漫過我心，無盡恩典似浪浮庇我身，直湧到我靈心，願與聖靈心於不住呼應，永相信以洪濤漫過我心，無盡恩典似浪浮庇我身。係天父，保守我哋嘅心，因為你係活着。雖然你死去，但你嘅復活勝過死亡，因為你昔在、今在、以後永在全能神，因為你就係活着，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對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懼怕。我心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滿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對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懼怕。我心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滿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歡欣心裏感謝神，歌唱歸於聖父，讚頌你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歡欣心裏感謝神，歌唱歸於聖父，讚頌你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主的豐盛滿一生，皆因主手曾為我獻心恩。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主的豐盛滿一生，皆因主手曾為我獻心恩。讚美歡欣心裏感謝神，歌唱歸於聖父，讚頌你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歡欣心裏感謝神，歌唱歸於聖父，讚頌你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主的豐盛滿一生，皆因主手曾為我獻心恩。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主的豐盛滿一生，皆因主手曾為我獻心恩。讚美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主的豐盛滿一生，皆因主手曾為我獻心恩。
讚美。耶穌，令我哋喺個時間有個感動，想為弟兄姊妹禱告。知道出邊天氣不穩，但係你嘅弟兄姊妹、你嘅兒女都仍然嚟到當中，祝福佢哋。每人有唔同嘅道路，每人有唔同嘅心境，但係最重要，你喺佢隔籬照料佢，睇住佢，無論開心唔開心都係一樣。你嘅愛不變，就讓我哋每一個都能夠將呢個咁好嘅福音帶俾有需要嘅人。當住那仰望耶穌。心是否困倦且愁煩？眼前一片黑暗蒙蒙，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變更自由豐盛。定睛在他奇妙慈愛，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細說詩篇現獻為虛空。主已從死魔進入永生，罪惡權勢不能再限制，人靠主必得勝有餘。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他奇妙慈愛，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細述詩篇現獻為虛空。救主的應許永不改變，專心信靠萬事安穩，快快傳揚他全備救恩，是凡上者不知盡量。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他奇妙慈愛，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細述詩篇現獻為虛空。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他奇妙慈愛，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細述詩篇現獻為虛空，細述詩篇現獻為虛空。多謝天父俾到大家一齊敬拜讚美，求主你悅納，禱告係奉靠耶穌得勝名字祈禱，阿門。請大家坐啦。以下落嚟有每月金句，我哋一同讀2次。1、2、3。若有人服侍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裏，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裏。
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約翰福音12章26節。若有人服侍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裏，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裏。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約翰福音12章26節。以後落嚟，我哋一齊讀經嘅時間。咁嚟自路加福音10章25至37節。咁我哋一同誦讀，1、2、3。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說：老師，我該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對他說：律法上寫的是什麼？你是怎樣念的呢？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鄰如己。耶穌對他說：你回答得正確，你這樣做就會得永生。那人要證明自己有理，就對耶穌說：誰是我的鄰舍呢？耶穌回答：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丟下他走了。偶然有一個祭司從那條路下來，看見他就從另一邊過去了。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那裏，看見他也照樣從另一邊過去了。可是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路過那裏，看見他就動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身後，帶他到旅店裏去，照應他。第二天，他拿出2個銀幣來，交給店主，說：請你照應他，額外的費用我回來時會還你。你想這3個人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那人的鄰舍呢？他說是憐憫他的。耶穌對他說：你去照樣做吧。多謝天父。今日有請梁友東牧師，佢嘅證道嘅講題係誰是他的鄰舍？有請。好，弟兄姊妹平安。出邊咧好似開始大風雨啦，咁但係唔難咗我哋嚟到親近神嚇。咁我嚟到咧就睇到大家嘅使命宣言，大家一齊讀一次好嗎？我覺得呢句使命宣言好好，亦都好配合今日我同大家嚟到講嘅講題。喺頭先主席帶我哋唱最後一首詩歌咧嚇，仰望耶穌係咪啊？我覺得點樣能夠讓人去仰望耶穌，喺好多困難幽暗當中，能夠經歷上帝嗰種榮耀嘅恩典大光裏邊，其實好緊要。最近睇新聞咧，好多時見到好多人咧都係咩啊？自殺，每一日都有人自殺。點解佢唔珍惜生命咧？點解要自殺？因為人活喺好多絕望嘅當中。當我哋睇見好多人喺好多哀傷困難，或者甚至喺災難裏邊，作為教會，我哋點樣能夠成為別人嘅鄰舍？所以今日嘅講題係邊一個係個鄰舍？再點樣將我哋能夠成為一個傳揚福音嘅一個門徒群體咧？咁我覺得就係非常有意思跟隨耶穌啊嘛，咁樣。OK 嗱，今日咧我同大家讀嗰段經文咧，大家應該都好熟悉噶啦，咁樣。今次講道咧，我想同大家嚟到有一啲嘅例子。大家知舊年11月發生一件好大嘅火災嘅時候，我諗震撼住整個香港甚至整個世界，就係宏福苑嘅大火，奪去咗160幾個嘅生命，甚至1000多2000嘅家庭咧痛失家園。而呢啲嘅
活喺哀傷災難裏邊，突如其來嘅呢啲嘅災難佢哋面對好多好多嘅創傷，即時間佢哋失咗家園，佢哋去邊度咧？被安置到去一啲嘅過渡性嘅房屋，好感恩神俾我哋喺兩個區裏邊能夠同呢啲嘅過渡性房屋嘅負責管理嘅單位建立咗一種信任。我哋可以接觸呢啲嘅受災家庭同佢登記，了解佢哋嘅需要作出種種嘅支援。一陣間喺過程裏面，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同時間喺個嘅災情裏邊，有一班嘅基督徒藝術家，佢好想嚟到去表達佢對宏福苑呢次受災嘅家庭表達一種嘅悼念咧。我哋就有一個藝術展，叫與呢啲災民同行嘅藝術展。咁我自己有參與，我亦都會陣間會同大家有一啲嘅作品嘅分享。我哋遷徙到去咧，就係大家睇到咧圖邊咧，呢個咧就係喺啟德嘅一個叫啟福居一啲過渡性房屋。另一個咧就喺洪水橋嘅一個叫樂橋樓嘅，亦都係一個過渡性嘅房屋。呢啲嘅單位係好細，就好似以前一啲臨屋區嗰啲咁細嘅。放張床，有個廁所、廚房都喺度啦。活動嘅空間非常嘅細。你諗下呢啲嘅家庭遷徙到去嗰度咧，係非常嘅唔適應，況且係乜嘢都冇咁樣。好啦，我哋回翻到去經文裏邊，有一個律法師嚟到想試探耶穌，就問啦：我哋應該做啲乜嘢先可以承受永生咧？咁樣，咁耶穌就話：你喺律法書裏邊所念嘅係乜嘢咧？咁樣咁律法所寫嘅係乜嘢咧？咁呢個律法師咧答得好好，耶穌讚佢話：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嘅神，又要愛鄰如己。但呢個嘅律法師都答得好好，係咪啊？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嘅神咧，愛鄰如己。喺整段呢個點樣承受永生嘅當中，耶穌帶出咗係咩啊？愛。其實律法總綱就係咩？愛啦，我們愛，跟住下一句咧，神先愛我哋。當我哋還作罪人嘅時候，神為我哋咩啊？犧牲死嘅時候，神嘅愛就在此向我哋顯明。呢個世界人人都講話愛，乜嘢係愛咧？頭先我講話咧，今日一個唔認識神嘅人，冇經歷到神嘅愛咧，佢永遠活喺別人嘅期望標準世界嘅標準裏邊，其實係幾辛苦，係咪啊？特別我哋中國人啦，係咪啊？中國人咧有陣時會重男輕女，係咪啊？就唔算中國人咧，佢你做得好好咧，佢都唔會讚你嘅。有陣時甚至係踩多你兩腳添咁樣係攞70分、80分、90分，佢都唔讚，你都唔攞100分啊咁，你會唔會係咁啊？梗係唔會啦，係咪啊？但係唔係，我哋睇整個世界，好多人都睇唔到自己嘅身份、自己嘅價值。頭先我講話，好多人咧，甚至唔珍惜嘅生命，了斷自己嘅生命。甚至我哋話，我哋好愛我哋嘅家人，但係當我哋唔曉得愛嘅時候，可能最愛嘅亦都成為最傷害。最近有一段新聞，大家都可能好記得，有一個做社工嘅媽媽，係咪啊？我哋冇諗過做社工應該好清楚人嘅需要成日等啊，但係冇啊，佢自己都控制到唔到自己。喺我個女兒嘅青春期裏邊，可能唔係符合到佢期望嘅標準喺成績喺各方面嘅時候，母女之間就發生好多嘅爭執衝突啦。跟住係點樣啊？就媽媽跳咗落去，個女睇見媽媽跳嗰種震撼，跟住冇幾耐，女又跳埋落去。呢輪上嘅慘劇帶嚟咗我哋對生命嘅好多嘅反思，究竟我哋點樣能夠去睇到我哋能夠經歷神嘅愛，我哋先至曉得去愛自己同埋愛人，係咪啊？咁所以頭先最後一首歌我都中意，
當你定睛仰望耶穌，導致你黑暗裏邊世界嘅事都變為咩啊？虛空。你用神嘅眼睛、天父嘅眼睛去睇，原來我哋每一個都係神寶貴嘅兒女嚟嘅，係咪啊？別人點睇你，世界點睇你都唔緊要。縱使過往我哋陷喺好多軟弱跌倒當中，神愛唔愛我哋？神仍然愛我哋，仍然係將我哋嚟到從罪當中去挽回。所以十字架係叫嘛？成就咗和睦，滅去一切冤仇。喺我自己嘅服侍裏邊，好多時都面對一啲破碎嘅家庭。你知啦，中港我做新移民嘅工作，中港婚姻有陣時都面對好多嘅困難挑戰，有陣時都會面對好多嘅，譬如即係婚姻嘅失敗一個媽媽要帶住啲仔女咧，就喺要照顧生活好多嘅困難，內心裏邊有好多嘅苦毒，好多嘅嘢甚至咧佢所受嘅創傷對個兒女有好多嘅期望，係咪啊？但可能未必係佢嘅期望所達到，又帶嚟失望、絕望添。所以原來領人遇見耶穌係咁重要，因為佢遇見耶穌之後咧，佢能夠揾到自己生命嘅意義同埋價值，因為佢好清楚我哋係神嘅咩啊？寶貴嘅兒女。當我哋喺服侍裏邊，真係將人引到遇見耶穌。當我哋嚟去宣講福音嘅時候，我哋睇見有好美麗嘅圖畫。真嘅，神能夠咧就將好多內心裏邊嘅苦毒仇恨喺十字架上面就將啲冤仇滅去。我哋睇見好多嘅家庭，因為信咗耶穌，佢能夠同咩啊？同丈夫嘅復和，同奶奶嘅復和同子女之間嘅嗰種嘅復和。今日原來好重要，我哋點樣能夠讓人唔係淨係聽到啲理論教導，而係讓人遇見耶穌，讓佢知道我哋每一個都係天父所愛。所以當呢個律法師裏邊所講嘅呢條嘅大誡命好多時候定係大使命，唔係，仲有一條大誡命。呢條大誡命係咩啊？叫我哋去愛神、愛人，亦都懂得愛自己，因為愛從神而來，係咪啊？所以你同隔籬嗰個講，你係神寶貴嘅兒女啊！你要珍惜你自己嘅生命，係咪啊？你要學習去點樣愛你身邊嘅人。所以你嘅說明書，我覺得定得係非常好嘅，非常好嘅。好啦，當呢個律法師為咗顯出自己有理咧，咁問啦，誰是我嘅鄰舍咧？喺段經文裏邊咧，一問一答，耶穌就反問翻佢係咪啊？跟住咧叫佢你咁樣去做啦，咁樣咁樣去做。喺當佢講出咗撒瑪利亞人故事當中，出現咗幾個人物，係咪其中有啲乜嘢？利未人啦、祭司啦，咁樣係咪啊？咁我哋睇下利未人同祭司。當你睇見人喺苦難當中，你會唔會伸出手，好似你哋幅圖將人拉起咧？利未人、祭司，佢哋點解見到一個咧被強盜打傷剝晒佢啲嘢，攞走佢嘅嘢喺度呻吟，喺度痛苦當中丟低佢？我相信呢個嘅被打傷、被強盜打傷嘅瞓喺地下裏邊，我相信佢呻吟，好想人嚟到去幫佢。聽唔聽到啊？呢個律法師同埋利未人，我相信佢聽到，但係佢睇到之後咧就暈路走咗去。原因係乜嘢啊？律法師係咪嗰個嘅祭司趕住去獻祭係咪啊？嗰個利未人，哇，佢好愛乾淨噶嘛，有血喎，血會唔會我要做好多好多功夫要潔淨剩咁樣？我哋唔知道佢點解見到就走開避開。同樣都係今日喺我哋嘅社會當中，有冇一啲我哋人係被我哋所忽略？
而不見。有一次我去一間教會，係一次七一嘅祈禱會嚇，一個為香港七一嘅祈禱。咁我就被邀請為貧窮人嘅祈禱。咁其中一個咧就為一啲有需要嘅一啲 SCN 嘅嗰啲嘅家庭嘅祈禱。咁佢分享個例子，有一次一個母女帶住個女去到一間教會裏邊，個女咧因為你知啦 SCN 小朋友有陣時情緒失控，有陣時會叫啊成啊咁樣。去到間教會裏邊咧，佢哋好想留低，但得翻嚟我講嘅對待係咩啊？哇！我哋教會唔適合你，你去第二間啦咁樣甚至咧嗌唔好正門走啊，正門走可能你影響其他會眾啊咁啊叫佢又對嗰個嘅母女帶嚟好大嘅傷害。但結果佢去到第二間嘅教會，第二間教會好唔同啊！佢哋要接待佢喎，甚至佢哋真係唔識點樣去做呢啲嘅有問題嘅小朋友啊！佢哋成班弟兄姊妹就去學點樣可以了解呢啲嘅問題小朋友佢哋嘅需要啊、困難啊，我哋點樣可以嚟到去服侍啊咁，佢哋就接待咗呢個家庭，顯出咗嗰種關愛。就算我自己做新來港嘅群體，過去咁多年中港嘅矛盾有冇啊？有。好多人對新移民好多嘅負面嘅印象睇法嘅，係咪啊？我記得我早期咧去到啲教會去服侍，哇！啲新移民會唔會帶啲病俾我哋㗎？我啲門我哋使唔使鎖住㗎？我哋咧會唔會拉低我啲子女嘅水平㗎？佢哋嚟，因為可能一定嘅成績唔會咁好啊。但可能我哋對某啲人不單係忽略，甚至帶有歧視。呢個係咩啊？係教會嘅群體。今日喺我哋嘅教會裏邊，你諗下，我哋嘅會眾大部分係咩人？香港係好多係中產嘅教會，中產。但係我哋對喺社會裏邊仍然活喺好多嘅貧窮困苦當中嘅人，我哋有冇呢種嘅看見？深水埗呢度一帶，大家知唔知有幾多間教會啊？估下，香港1/10嘅教會，有130幾間教會，香港即係1000多間嘅教會。我冇諗過深水埗呢個地方已經係佔咗咁多教會。但我想問啦，有幾多人係真係住喺深水埗？舉下手嚟，一個、兩個。2個啫喎。嗱，去親每間教會，深水埗嘅教會講到咧，通常真係唔多。可能大家星期日翻嚟咧，我哋就聚會啦、崇拜啊，好親近神啊，敬拜主係好好嘅。但係當中我哋又了唔了解到深水埗係一個咩嘅社區？可能而家有一個新舊交替，仍然有好多嘅舊嘅唐樓。頭先嚟我都經過好多唐樓，落雨嘅時候，哇咁上面住有啲咩人啊？好多劏房，好多貧窮，好多基層嘅人。呢啲係咪我哋嘅鄰舍啊？呢啲都係我哋嘅鄰舍。我哋有冇作出關懷、關心？我了唔了解佢哋嘅需要啊？求主開我哋嘅眼睛，能夠睇見。我想分享2個故事。大家見到一幅畫，呢幅畫係好撒瑪利人嘅畫。呢幅畫係梵高所畫嘅。大家知唔知梵高係邊個啊？哇，一個好出名嘅一個畫家。今日佢嘅畫係價值連城甚至放喺好多好多博物館裏邊。你知唔知梵高嘅一生係非常嘅坎坷？佢出住一個咧牧師嘅家庭。佢自細咧可能係好想嚟到服侍主、侍奉主。佢被當時嘅教會差派咗喺荷蘭裏邊咧。佢去到一啲礦工嘅裏邊去關心一啲弱勢礦工嘅人。甚至有啲時候見到佢受傷，點用自己件衫咧布咧包住啲礦工。佢好關心呢啲弱勢嘅社群，但得唔到當時荷蘭嘅教會嘅認同。而佢哋被排拒，覺得你唔合體統，
神職人員唔應該係用咁嘅方式嚟到去服侍嘅。所以當時佢就被派佢到去即係唔能夠去嘅。但係同時間，梵高係一個醉心於喺藝術創作裏邊，佢面對人生好多坎坷，因為佢有家族性嘅抑鬱症，佢入過精神病院，成係點樣嚇？但係當佢創作呢幅畫嘅時候，其實往往就表達咗佢自己作為一個受傷嘅人。但係邊一個係佢嘅好撒瑪利亞人？喺梵高嘅一生裏邊，佢遇過兩個好撒瑪利亞人，一個係佢嘅兄弟西奧，呢個兄弟不離不棄去關心呢一個梵高。當時梵高佢所創作嘅畫，冇人去認同，冇人會去買嘅，冇人去買嘅。但係呢一個兄弟就繼續喺經濟上面支持佢，幫佢買佢嘅畫，一直去幫佢。佢同個妹妹講話：呢個哥哥，即係呢個兄弟嘅需要我相信佢有一日佢嘅畫能夠係會賣得出嘅。但你有冇諗過今日梵高嘅畫係價值連城？另一個佢嘅好撒瑪利亞人係咩？就係西奧醫生，係咪加塞醫生？加塞醫生同樣佢曾經患有抑鬱，所以佢明白抑鬱嘅人咧，佢啲嘅狀況情況係點啊？但加塞醫生係同佢同行，關心佢，人人都可能覺得呢個瘋子嚟㗎，呢個係好難接近㗎。但係加塞醫生佢係同佢同行，到佢30幾歲，短30幾，佢生命就係，但係10年間佢所創嘅創作，佢所經歷嘅就係體會到有好撒瑪利亞人嚟到陪同。另一個故事我哋想同大家講，頭先講話咧，我哋會喺維雲福院會有一個嘅藝術展啦。咁有一次咧，我去講道，嗰次講道我亦都展示咗我有一啲藝術創作嘅作品，因為我自己好中意藝術宣教、藝術創作。咁講完到咧，一個媽咪帶住個年青人嚟我身邊，同我分享。佢話我個仔都好中意藝術㗎，佢醉心於畫畫啊，佢畫咗幾百幅畫㗎，幾百幅嘅畫啦咁樣。佢就俾我睇喎。當我睇嘅時候，原來呢個年青人佢嘅畫係好有質素喎，好有潛力喎。但可惜呢一個年青人喺社會運動嘅期間，佢患咗精神嘅問題試過7條，但係後尾佢好翻之後，佢即係揾唔到工作啊！佢嘅畫好想拎佢啲畫廊俾人咩？冇人會欣賞，冇人會買。但我睇到佢嘅畫係好有意思。咁嗰次咧，我就鼓勵呢個年青人：喂，年青人，你喺次藝術展裏邊，你去參展啦，我支持你啊！咁佢就畫咗2幅畫，其中一幅畫就係你並不孤單。當時策展嘅嗰個負責策展嘅一個弟兄，初佢唔贊成俾呢個年青人，佢話佢有咩資格啊？呢個年青人又唔係藝術家，即係咩咁有咩？但我堅持，如果你唔俾佢參與，我都唔參與啦。咁硬着頭皮俾佢參與，咁就去畫咗2幅畫，其中一幅畫就係呢一幅畫，你並不孤單。呢幅畫你睇到咩啊？下邊好似好黑暗，表達咗就係宏福院裏邊好多嘅災民喺災後嗰種哀傷、難過、絕望嘅裏邊。但上邊你再去睇到咧，依稀你會見到一個十字架，依稀你會見到一個白鴿，依稀你會見到好多其實佢講話呢個係三位一體嘅神。白鴿代表咗咩啊？嗰種安慰、保惠師對人嗰種安慰，喺困難、喺哀傷裏邊神嘅安慰。十字架就代表耶穌基督有種愛拯救、救贖、醫治。另一方面，佢話天父佢仍然係佢嘅聲音喺度擁抱安慰住我哋。突然間我覺得呢幅畫好有意思。
甚至我覺得比頭先即係參與展覽嘅其他嘅 artist 咧，佢嘅畫更加表達咗好深層嘅意義。大家覺唔覺得啊？但係你覺得佢好抽象，但係佢係畫嘅畫，佢嘅創作好表達到自己內心嘅世界，我覺得係有意義、有深度。我相信呢一個年青人咧，我似喺畫展裏邊，我鼓勵佢話：嗱，你去試下做導賞啊！喺好多人面前唔同嘅教牧弟兄姊妹面前咧，去介紹下你自己幅畫，咁佢就真係好有勇敢去介紹自己幅畫。點樣幫呢個年青人啦？後尾咧，我就介紹咗佢一個視藝老師喺一間學校裏邊協助呢個視藝老師去幫手做喺學生喺視藝教學上面咧一啲嘅支援。咁我視藝老師話：我基督徒視藝老師話：好好啊，佢成長好能夠配搭幫到我喎。咁樣我就睇到，當我哋願意去成為別人嘅好撒瑪利亞人嘅時候，我哋就能夠俾機會，就好似梵高一樣又得到佢嘅兄弟西奧同埋加賽醫生對佢一種扶持。同樣，當我遇到呢個年青人嘅時候，我覺得今日我哋有冇俾年青人機會？我帶咗少少嘅刊物嚟，叫《讓夢想飛翔》，大家可以手快有，手慢冇啊！有唔係好多，裏邊講咗4個年青人嘅故事，其中頭先我講就係呢個年青人。呢4個年青人點樣讓佢哋能夠造夢、圓夢、言夢咧？佢哋都係喺好多困難。而家年青人，你知道好多困難、絕望、挑戰嘅裏邊，點樣能夠讓佢哋能夠去被關心、被成全？好啦，跟住咧，呢個好撒瑪利人嘅回應係點咧？即係佢講話，佢話當呢個撒瑪利亞人見到佢就動了慈心，上前用油同埋酒咧倒喺佢傷口，包紮好，扶佢上自己嘅牲口上面，帶去到旅店裏邊照應佢。第二日咧仲點啊？拿出2個銀錢交俾店主，咁講話你要照應佢，好好照顧佢。額外嘅費用咧，我翻嚟再俾你。你覺得呢種嘅關心徹唔徹底啊？好徹底喎！首先係動了慈心。今日我哋同樣都係，我哋有冇動了慈心？社會裏邊有陣時會好多有冇碰瓷黨聽過啊？你唔好唔好惹禍上身啊！你睇到唔好幫啊，幫到你係咩㗎啦？咁樣會㗎喎，係咪啊？成個世界最近咧有2個中年嘅女人喺小巴裏邊嘅爭執落到去打大交咁樣，啲人見到冇去阻止，結果發生咗命案。作為基督徒，我哋睇到我哋會唔會好似撒瑪利亞人動了慈心？有一次喺旺角，我見到一個拾荒嘅婆婆，執紙皮嘅婆婆，佢推住架車仔喺人來人往當中紅綠燈嘅面前，佢啲紙皮冚唪唥跌晒落去地下，即係推車仔一反就跌晒咯，好彷徨，唔知點好咁啊！婆婆，佢周邊嘅人係點啊？哇！行過就見到就趕住過馬路就走啦就。當我第一個幫佢執翻啲紙皮喺上架車仔裏邊，你執嘅時候，側邊嘅人有咩啊？睇見佢哋有執喎。原來愛心係咩啊？會感染嘅喎。好似希伯來書話激發愛心，跟住係下一句咩？勉勵行善，係咪啊？我哋都係嘅。當我哋別人睇見別人有需要嘅時候，我哋願唔願意作出一種關心、一種扶持？呢個係好重要。呢個撒瑪利亞人嗰種嘅徹底、嗰種關懷，我哋又唔能夠做到。喺今次宏福苑嘅火災裏邊，我哋能夠服侍呢500-600戶嘅家庭。佢初搬到去呢啲嘅過渡性房屋，即係乜嘢都冇，乜嘢都冇㗎。我哋係邊提供生活去起居嘅種種嘅需要啦，發放啲緊急援助基金啦、超市券啦，幫佢哋嘅啦。
呢個係第一個階段。跟住有情緒嘅支援啦。我哋動員咗好多教會嘅義工啦、退休嘅牧者啊、輔導啊、院牧啊、宣教士啊、社工護士啊，即時間去作支援。當我哋去接觸佢哋，體驗佢哋嗰種災後嘅嗰種後遺症，震啊、驚啊、瞓唔到覺我啲災情嘅嗰啲嘅情況歷歷在目啊。第三個階段我哋係咩啊？去重建社區同埋嗰種互助結連。我哋同地區嘅教會，每一區嘅教會裏邊都有10間嘅教會，超過10嚟到去關心佢哋。我哋探訪佢哋啦，辦愛研啦，俾佢哋認識社區嘅設施啦。譬如有啲老人院有啲咩提供俾，特別因為好多長者提供呢啲咩設施俾佢哋啦。帶佢哋去旅行啦，咁樣係咪啊？呢個係第三個階段。而家呢個階段係咩咧？我哋開始做一啲心靈治療嘅一啲嘅小組工作坊。我哋有園藝啦，我哋有即係一啲芳療啦、音樂啦等等嘅嘢。即係我哋冇諗過幫佢哋按摩，幫佢哋啲痛症精油搽，瞓唔到覺喎。所以其實係佢哋好中意，所以每個小組都爆滿咁樣。就喺一種關懷服侍裏邊，嚟到慢慢將佢哋帶嚟嗰種哀傷，帶嚟醫治。有一次我哋喺洪水橋嗰度，我哋請咗300個呢啲嘅災民，我哋擺一個新春嘅晚宴。你睇到情係宏福愛在樂橋係咪啊？咁我哋會關心80個嚟自唔同教會嘅義工一齊嚟到去服侍佢哋，關心佢哋。底下就係我啲義工寫嘅一啲感言啦，我個心仔喺度。就係呢啲，大家知道呢啲嘅服侍，呢啲嘅災民咧，你唔好諗住教會增長喎，因為佢喺呢啲係過渡性嘅房屋，有一日佢會遷離呢個區嘅喎，遷離呢個區會去到啲長遠佢哋嘅穩固嘅居住嘅地方。如果你係教會，你睇到唔會翻到嚟教會，唔會令教會增長，你做唔做啊？好感恩，我睇好多教會去樂意住，睇到佢哋嘅需要，願意嚟到作出關懷。佢冇諗過有咩嘅成果，有咩以後。呢種就係一種完全嘅嗰種願意，有種角度嘅胸襟，對人嗰種關懷同行。講2個故事啦，我都中意講故事。有一次同工同我講話，有個伯伯咧，佢太太燒死咗，2個鄰居都燒死咗，佢血壓高喎。牧師，你可唔可以探下佢啊？嗰日係聖誕節，我同師母就去探佢。之前咧我就買咗一個血壓計，買咗一個蘇跑，帶埋一啲物資俾佢。去探佢嘅時候，伯伯佢就講，哇喺度講，喺度喊啦。佢話咧，當時火燭嘅時候，佢釣緊魚但係聽到火燭嘅時候，打電話俾太太。太太嗰時又仲聽到電話喎，做晒防火設施啦，即係塞住啲門窗啊，剩下啲咁咯。但聽下電話已經冇咗聲，可能你知道啲火已經燒咗入去。當伯伯喺度講嘅時候，嗰種難過哀傷嘅時候，我幫佢量血壓，因為買咗血壓計要試下，真係好高血壓，因為佢乜嘢都冇。咁其實需要睇醫生再食藥。同時間佢冇蘇跑嘛，冇買蘇跑俾佢。咁最近咧，同事 send 咗幅相俾我，就呢個伯伯抱住個孫，因為佢仔住觀塘，災後佢哋都嚟到關心呢個爺爺伯伯，睇見佢有笑容啦，慢慢從哀傷走翻出嚟。但係過程裏邊，我哋嘅同工教會嘅弟兄姊妹係作出咗好多嘅關懷。另一個故事係咩啊？就係一對長者夫婦喺火災嘅時候，佢哋好驚惶，哇，都唔知點算。而呢個丈夫呢個伯伯咧係坐輪椅，要攬住個呼吸機，
行路係唔方便，太太隻眼有事，點走啊？咁咪焗住喺度咯。但佢住嘅單位唔係好高，結果有消防入到嚟咧，可以將佢帶嚟安全嘅地方。但係當時火燭嘅情景已經震撼住佢哋，同佢傾偈，我睇都係震住咁樣去講。咁但係呢個伯伯坐住輪椅，你去到啲過渡性房屋，真係冇啊！淨係望住埲牆嗰時，乜嘢都冇嘅時候，抑唔抑鬱啊？梗係抑鬱啦！一日都係對住埲牆。呢個伯伯就講話：如果有一部電動輪椅就好啦，有部電動輪椅我出去唞下氣，見下啲綠色嘅嘢。咁我哋就揾咗我哋同工個先生，就幫佢揾咗部電動輪椅。有一個義工就幫佢點樣去整啦收。你見呢幅畫就係送咗部電動輪椅俾佢。跟住個太太冇晒回鄉證，冇晒睇醫生，我哋嘅同工就陪佢去睇醫生，陪佢去攞翻個回鄉證。其實喺個過程裏邊，我睇見我哋嘅同工咧，即係日以繼夜嘅去關心嚟到去服侍。呢啲係咪我哋嘅鄰舍？好啦，最後咧，耶穌問翻佢嘅問題：誰是他的鄰舍？誰是他的鄰舍？今日都同樣我問我哋，邊個係佢嘅鄰舍？你想3個人中有一個落在強盜手中嘅人嘅鄰舍咧？佢就咁講，佢話係憐憫佢嘅。耶穌話：你說得對嘅，你去照樣行吧。同樣可能都係今日同我哋講，邊一個係落喺強盜手中嘅人嘅鄰舍？邊一個係今日好多人生活喺一種困難、困苦、無助、絕望當中，我哋係佢哋嘅鄰舍？到最後介紹下我嘅作品，隔離嗰幅就係梵高嘅作品，跟住嗰幅就係我嘅作品。呢個作品好特別，呢個作品咧就係我就用梵高成個畫嘅構思概念創作我嘅作品。上邊見到3個圓形啊嘛，即係梵高嘅創作係個構圖係一個三角形咁嘅構圖，我又用呢個三角形咁嘅構圖。上邊就代表咗我一個受傷嘅被打傷嘅人，係咪啊？你見到有啲血啊，有啲包紮啊，有啲結喺度啊，咁呢度代表。右邊嗰邊咧係代表咗我隻牲畜。呢一個撒瑪利人將自己坐緊嘅牲畜，自己放下自己安舒，好辛苦抬佢上去自己嘅牲口度，帶佢去到嗰個旅館嗰度。但當我哋用乜嘢嚟到去表達嗰個撒瑪利亞人咧？呢件白色嗰個其實係一塊鏡嚟嘅，一塊鏡嚟。當你睇呢個作品嘅時候，睇到邊個啊？睇到自己。但如果你再睇咧，呢個作品咧，仲有2塊色鏡仔嘅喺上邊嚟，上邊黑色嗰度咧有2塊鏡仔。如果2塊鏡仔代表咗咩啊？祭司同埋利未人。當你睇呢個作品嘅時候，你會睇到係咩啊？你係撒瑪利亞人，因為你係一個祭司或者係一個利未人咧。喺幅畫裏邊，同樣你睇到人喺苦難當中，喺絕望嘅裏邊，就係好似喺黑暗裏邊。但當有人去作為好撒瑪利人去關心你、輔助嘅時候，你會睇到咩？由黑暗傳到去咩啊？光明嘅裏邊，帶俾人盼望。呢個係我所創作嘅作品。邊個係我哋嘅鄰？係佢嘅鄰舍咧？最後係我要總結啦。呢個總結就係喺舊年11、12月到2月期間，我哋機構一個步行籌款。呢個步行籌款叫做咧呼吸社區關懷鄰舍。你知啦，呢幾年嘅經濟都係好困難，每次嘅籌款都對我哋整體機構營運都好重要。呢個籌款咧，我哋好想唔係淨係步行啦，而係好想弟兄姊妹落到社區，見到啲人或者事有咩係觸動你嘅心，影咗幅相，寫少少感言放上我哋嘅 IG、Facebook 裏邊，表達咗你對社區嘅一種認識體驗。
但當雲福院嘅火災，神讓我哋接觸到啲災民嘅時候，我哋好覺得我唔會即時間為自己機構去籌款啊，我哋就將佢擱置延後，集中於喺服侍嗰啲雲福院嘅災民。當然啦，你冇着力去推動嘅時候，籌款嘅目標一定係唔能夠達到啦。我哋籌咗100萬，但係一定唔能夠達到。但喺今年我哋4月嘅財政年結嘅時候，好感恩神俾我哋係冇不富，仲有少少嘅盈餘。喺過去幾年嘅社會變遷，我哋面對好大嘅不富，我哋要開源節流啊，等等。但係今年我哋係睇見上帝嘅恩典預備，當我哋去回應上帝俾我哋嘅感動，我哋嘅召命嘅時候，上帝一定會看顧、祝福同埋保守。盼望我哋嘅教會都能夠成為領人遇見耶穌，跟住咩啊？成為關懷鄰舍和宣揚福音嘅門徒體。門徒群體係咪淨係你啊？我哋整個群體都係啊，係咪啊？所以呢個宣言，我覺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祝福大家，我哋一齊祈禱。主耶穌，你俾我哋呢個嘅大誡命，叫我哋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亦都愛人如己。主啊，我哋點曉得愛？因為你先愛我哋。主，呢個世界真係好需要愛，求主開我哋眼睛，正如耶穌基督你所講嘅比喻，呢一個好神萬里嘅人，當我哋睇到別人嘅需要，就動了慈心。主啊，求你都俾我哋有呢種嘅憐憫嘅看見，亦都幫助我哋，唔係淨係睇住自己嘅需要，而係睇到別人嘅需要，願意作出關懷服侍嘅時候，主啊，我就能夠睇到，我哋就能夠領人，能夠遇見你，我哋就能夠睇到神啊，你喺人生命當中點樣彰顯你福音嘅大能，點樣轉化我哋嘅生命。改變我哋嘅社區。多謝主你，求你繼續帶領我哋，能夠成為你一個嘅門徒群體，活出使命。多謝主，奉耶穌名求，阿門。弟兄姊妹請站立，我哋一齊用回應詩歌回應今日神俾我哋嘅信息。主告訴我如何獻上我的生命，愛是我日日群中。主告訴我如何付出我的關懷，將溫暖帶入世界。我看到你穩重的翱翔，孤獨中眼裡心在角落轉動，差遣我，我願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滿我，用你愛來充滿我，再一次緊握他們的手。主告訴我如何獻上我的生命，愛是我日日群中。
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在一起紧握他們的手。多謝天父。會眾請仍然站立，我哋用使徒信經一齊向世界宣認我哋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弟兄姊妹請坐。而家我哋藉着奉獻金錢，表達我哋對神嘅感恩同埋信仰。盼望我哋唔單單獻上金錢，更獻上整個生命。我哋一齊祈禱。主耶穌，多謝你俾到我哋生命氣息，亦都俾到我哋有能力去賺錢。但係知道好似頭先牧師所講，仍然好多未得之民，特別有好多需要嘅人群。主啊，即係知道我哋嘅金錢可能微小，但求你呢，即係讓呢啲金錢祝福教會、祝福社區、祝福所有有需要嘅人群，讓你嘅希望帶到俾佢哋。以上所有嘅禱告，乃奉靠耶穌得勝名字祈禱。阿門。有請詩獻。以下落嚟有公禱嘅時間，有請羅姊妹。會今日公禱嘅項目分別有3個。第一個呢，就係為肢體嘅健康休養，無論呢係正值療程嘅啦，同埋留院同埋連院舍嘅，同埋在家休養嘅，同埋呢係近期離世嘅弟兄姊妹禱告。第二個呢，就係為到 DSE 放榜考生同埋呢大專畢業生嘅全路嘅發展禱告。第三個呢，就為到8月11至到13日嘅兒童營會同埋8月30日嘅青少營會活動事工禱告。今日先請大家咧開聲為呢3個項目嘅嚟到禱告。讓我咧帶領大家一齊禱告。慈愛嘅天父，我哋咧將教會嘅肢體同埋各樣需要交託咧在你嘅手中。主啊，你係咧賜生命、醫治同埋安慰嘅神。我哋咧懇求你眷顧正在接受療程嘅江貴清、伍妙嬋，求你咧加添佢哋咧身心靈嘅力量，在治療中咧減輕痛楚，賜下平安同埋盼望，使佢哋咧經歷你每日嘅扶持。
也求你咧看顧留院同埋喺院舍嘅余司徒美鑑、葉許坤儀、簡輝妹、潘宗琪，保守醫護團隊咧有智慧同埋愛心，使他們咧早日嘅康復。對於咧在家休養嘅李珍、關志強牧師、盧佩林傳道、黃麗蓉、李月華，求你咧親自嘅扶持，讓他們咧在休養中重新得力。我哋咧有為近期離世嘅徐麗珍、高任光、何燕儀嘅家人交託給你，求你咧親自安慰每一位家屬，在思念與不捨中咧賜下屬天嘅平安。天父，我哋咧有為到今年嘅 DSE 放榜嘅考生同埋畢業嘅大專學生禱告，求你咧帶領他們咧全面嘅道路，無論咧係繼續升學或者係投身工作，或者喺尋找人生方案嘅，都能尋求主你嘅心意，經歷你一步一步嘅帶領。我哋咧也將8月11至到13日嘅兒童營會，以及8月30日嘅青少營會交託給你，求你咧保守所有參加者出入平安，也賜智慧同埋能力俾各位嘅同工同埋導師，願佢哋咧享受活動之餘咧，更能認識耶穌，生命咧得着更新同埋成長。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禱告，阿門。弟兄姊妹平安，線上嘅弟兄姊妹平安。今日都好謝有新福事工嘅梁友東牧師嚟到當中嘅分享。咁其實我過往有幾次一啲聚會嘅時候都有見過牧師，不過可能就唔係太熟悉。咁今日有機會呢聽到佢分享新福事工，特別係對新來港同埋基層嘅香港嘅市民同埋邊緣化嘅群體，都有好多年嘅忠心嘅服侍。我哋都懇求上帝會繼續賜福加力新福事工嘅援助。咁做過完咗之後呢，大家都會睇一睇佢新福事工嘅一啲嘅消息報告。咁盼望我哋都有機會會彼此服侍，同埋都係彼此會同工。咁我哋都係分享下我哋已經同上個星期一啲事工，我哋有個兒童聖經營會，而家開片先。我哋上個星期3至5嘅兒童聖經半日營，咁都好感恩，都係順利完成。個小朋友都玩得好開心，同埋都好多謝當中好多弟兄姊妹嘅參與。我哋當中大嘅小朋友都係我哋教會弟兄姊妹嘅下一代，同埋都有功課班嘅小朋友，同埋社區服務認識嘅。個星期日都有個結業禮，就邀請佢哋去返兒童崇拜，同埋都有啲鼓勵俾佢哋。都盼望呢個服侍都可以成為我哋福音事工嘅群子，同埋呢班因為見到有啲小朋友啦，我哋都見過幾次啦。因為已經佢都同佢嘅家長開始返教會，我哋盼望呢個福音嘅種子唔單止我哋繼續去傳播，同埋都有實際嘅行動去幫到一班嘅鄰舍。咁嚟緊8月30號都有青少嘅 Day Camp 嘅報名。咁如果當中我有弟兄姊妹，你有大家係符合呢個年紀嘅中一至大專，都歡迎報名參加。今次就係西貢嘅馬會嘅營會，呢個地方都好靚，咁到呢邊都幫手宣傳。跟住我哋揀咗個拱教培靈研經會，都係大家可以線上或者實體參加，盼望上帝嘅話語繼續帶領我哋嘅過每一日。因為探訪組嘅午餐大會，我就聽日嘅會唔會掛8號風球？咁如果聽日8號風球嘅話，我哋都係之後再騰遲再舉辦，咁到時都會通知大家。盼望聽日嘅天氣都可以去順，都係好好，同埋大家唔使太過擔心。
咁我哋嚟緊9月份都有兒童兒童少年嘅奉獻禮，咁報名呢就請揾楊牧師，我哋都係祝福一班嘅小朋友同埋家長，可以用上帝嘅話語繼續去培養我哋嘅下一代。同埋8月29號嘅靈修退休營都繼續接受報名，請大家留意同埋去報名參加。因為執事會就係嚟緊9月份都有新一屆執事嘅選舉，我哋每2年都要去選一次，因為都會有啲執事要任期到咗，或者我哋新嘅執事會加入，咁大家都會呢啲嘅工作嚟祈禱。同埋呢啲攞財政報告，我哋好感恩，我哋都係夠用。咁你發現啦，點解6月會呼資咁多啦？因為我哋換咗新嘅冷氣所以大家我哋吹冷氣嘅同時，都要發現呢啲都係消耗品。咁我哋都係啲享受當中嘅時候，都可以為我哋嘅我多謝總務嘅弟兄姊妹同埋同工當中去幫手，用呢個冷氣嘅更換都係順利完成。咁呢邊有幾樣嘅口頭報告。第一個拆掉小組，我哋都因為聽日天氣唔穩定，我哋都暫停一次，都係俾一班嘅陳列主任做嘅弟兄姊妹，佢哋可以休息下。因為我哋同工嘅行程羅傳道嘅病假就去到7月30號，大家繼續為佢嘅休養嚟祈禱。咁25號7月25至26就係鄭牧師佢嘅年假同埋補假。咁嚟緊楊牧師8月8號至11號就會代表我哋總會去台灣參加台灣聖教會100週年嘅紀念嘅崇拜同埋事工嘅會議。咁唔係香港嘅期間都有鄭牧師會代理同主任嘅工作，同埋我哋所好親愛嘅姊妹何燕薇姊妹，佢就係7月18號已經安息主懷，佢就係何燕明姊妹嘅家姐。咁佢嘅安息禮呢就係會8月7號夜晚星期5會舉行，係世界殯儀館嘅2樓永恩堂。跟住隔一日8月8號星期六上晝10點有個別火化禮，咁求主安慰弟兄姊妹都可以有時間嘅話可以出席，同埋與家人同行。同埋啱啱結束嘅徐麗珍伯母嘅安息禮，同埋高任光弟兄嘅安息禮，家屬都好多謝我哋弟兄姊妹嘅參與同埋協助。我相信我哋當中嘅同行同埋出席，都真係會安慰到家人，同埋會彼此會同行。報告到呢度，用我哋一齊起立。我憑信心領受從神而來嘅賜福同埋差遣。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所賜嘅平安、恩慈團契，常與我哋眾人同在。由於係醫院療養，喺屋企當中休養，喺病痛當中努力緊嘅弟兄姊妹同在，都係與每一個照顧者同在，與近期家人離世嘅弟兄姊妹同在，安慰佢哋嘅心，同埋都賜福新福事工協會嘅工作，讓廖牧師繼續帶領同工，喺我哋香港呢個社區當中繼續去服侍各樣有需要有缺乏嘅鄰舍，趁我哋每一個人喺日常生活當中為主做見證，彰顯神嘅美善，領人歸主，從今時直到永遠。阿門。大家請坐，麥台只有散會。